屏东的青城国小的南十字天文台今年8月正式列入去国际天文台编号 P38，也成做世界头一个有国际天文台编号的小学天文台。为了要推广这天文教育，未来南十字天文台每一年会开放5个月。每礼拜有3天固定举办主题天文活动，开放的头一天是观测土星象这个特殊的星象。这个直径是4米，所以才会当徛10过来啦。学生真认真咧听理事长详解天文台的设备，等者因准备要观测今年土星距离地球上近的土星象星象。这是青城国小南十字天文台宣布开放的头一届活动，为着要推广滨南地区天文教育，南十字天文台嘛申请加做国际天文台的成员。申请到咱的天文台编号 P38， 这是国际唯一伫个学校国小内底天文台摕到编号，这是第一例。所以咱南十字天文台是走世界第一名啦哈。它明年3月的时候它就消失。然后反会再慢慢露出来，它每15年会消失一次。屏东县天文协会理事长施世智录车超过30档，今年8月份为小学校长退休了后，接到教育处的天文台驻村计划。施世智表示，开放天文台的活动，除了平衡屏东教育资源，嘛会当甲恒春半岛遮尔好的观测条件分享给民众。恒春半岛咱遮无霾海，无空气污染，所以伊的空气天拢是蓝色的，所以咧看的时阵足清足明的。9月份除了土星象，阁有海洋星象、土星合月等等的天文现象。未来南十字天文台固定伫逐礼拜5、拜六甲礼拜暗时开放，希望会当请更较侪民众行入天文台。记者邱朝阳，屏东报道。